這兩條分別服務新市區跟新化區。新市區比較缺乏往西邊安南區的棒球場啊，或者是安南醫院。這次我們新闢的服務的新市區的這一條呢，主要是把新市區這個市區的這些長者啦，這些這個學生啊等等的服務呢，往西邊走那所以可以服務到新市火車站，可以去和顺轉運站，還有安南醫院。因為新化區目前已經有2條小黃公車路線，新化本來就是公共運輸的樞紐，所以我們這次也利用小黃公車驅動性高的這個特性，那開設了這個新化區內的循環式的小黃公車路線，可以讓新化區的居民呢，透過這個路線來到新化總站，再轉乘這個綠幹線以及其他的綠支線我想對於居民的這個公共運輸的服務的缺口的補足也是非常重要。小黃公車它可以開進去比較小型的社區裡面，去接送那些行動不方便的長輩去買菜啦、就醫這樣子服務，這樣比較便利民眾這樣子的服務。這小黃是做好的啦，小黃公車的車位的車費是公車的價錢26塊起跳。咱新化有這條幹線感覺做好啦。咱也要去婚禮啦，要買菜啊，要去迎空方面攏做需要。像阮太多城區的婚禮，咱就當直接去婚禮啊學生來上學的一個方便使用，再來真大的效益是咱區內的長者不管是要來市場也好要去來就醫也好還是拄好有代志要來出外，攏會當來使用這種小黃公車所以這種小黃公車開通對阮新化來講地方期待已經足久啊。掌握市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3、2、1，大台南小黃公車綠33、綠34正式。小黃公車是滿意度高達90%以上的民眾最滿意的公共政策，所以呢，對於台南民眾來講，因為地理比較大，面積又廣，所以我們需要服務比較偏鄉那但是運量又沒有達到非常聚落人沒有非常多的地方，所以說我們用小黃公車來取代大型公車，取它的靈活性、機動性，跟它对於環境比較友善的地方所以說我們對於民眾來講，享受也升級了，從大客車大巴士變成了這個小客車享受升級。對政府來講，費用減輕；對業者來講這個生意又做得到。所以說可以說是多贏的局面。我們實時檢討、實時優化，能夠採取固定班次之外，也採取預約制，能夠讓民眾都能夠有更多的這個搭乘。那這個尤其是採用敬老卡的話，是無限里程免費這中間連接了轉運站，連接了火車站，又連接了這個醫院或者是棒球場，這些對於民眾來講都是非常適合的。歡迎大家來搭乘小黃公車。由中嘉寬屏三冠龍相助車舉辦的2026新時代珠寶夏令營，今年活動伊就專注查證、考察、證書，甲着創作5大能力為核心，邀請這位專業的師資聯手來授課，融合了媒體探索、創意表達，甲着珠寶的實踐等方面，引導囡仔對真實的體驗中學習完整的媒體基礎技能，建立良好的媒體素養，和你自信表達的能力。感謝大家來這2天來我們這邊學習，然後一面學習，然後一面也玩耍然後順便也交一些好朋友。那你們有跟我們的工作同仁說謝謝了嗎？有，好棒，謝謝大家那就不耽誤大家的時間。那感謝大家今天來，然後收穫滿滿。那也謝謝我們在場的長輩，還有我們公司的同事，還有實習生，謝謝大家辛苦了。2天的課程有創意的攝影，邀請巨漢商業攝影總監郭聰南，教導小朋友用光來做畫，以及配音加口述的表達。你佇個媒體實踐環節中，有着資深的主播郭文吉，甲着陳碧春，親授新聞採訪，甲着面對鏡頭的表現技巧。
透過角色的扮演，甲着分組的採訪訓練，提升囡仔的自信，甲着實戰的能力。你喜歡什麼顏色呢？黑色。哇，為什麼你喜歡黑色啊？因為你覺得黑色讓你看起來整個人更亮，是不是？哇，那你這個今天的裝扮是誰幫你打扮的啊？我自己啊。哇，你自己？李恆專阿姨，是你最喜歡什麼運動？我喜歡散步，晚上健走，就是去散步、走路、健身。哦，那我知道了。而亞洲則是安排小朋友親自坐上主舞台，實際操作攝影機，甲着幕後的設備，搭配專業的化妝師林婕妤的造型指導，完整來體驗新聞製作的帶景，甲着幕後，讓小朋友對看新聞提升家己來報新聞。大家好，我是王耀軒，歡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聞。中嘉寬頻3冠王雙子星舉辦2026新世代主播夏令營活動，帶領學童採訪新聞、播報新聞外，還融入了最新熱門的 AI， 讓同學們收穫滿滿。感謝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們再會。中嘉寬頻3冠王相助餐總經理陳建春表示，主播夏令營唔僅是一場的活動，更加是甲媒體素養、甲未來能力的培訓相關。經過2天的授課，甲着實踐的過程，主辦單位最後嘛來一一頒發結業證書，希望每一位參加的小朋友攏會用的收穫滿滿。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過一個月就是中秋節，華山基金會關電站在服務過程中，發現90歲吳阿公講真懷念囡仔時光，因此特別安排一場中秋關懷活動，帶長輩來到大溪創意基地來佚佗，回味天真的歲月。我是學建築的設計，所以我改造真濟磚頭，這個無人住的老厝，變做好誒，大人囡仔會當去做時光穿梭，會當去佚佗的所在安尼。所以真員工將這個站長來找着阮啦，有機會互阮會當慢慢來服務阮在地遮個長輩有機會來咱磚頭來佚佗啦。華山基金會長期投入60歲長輩照顧，這回關懷活動嘛要來推廣送愛教育計劃，邀請社會大眾來認助，一個月1250塊，就當照顧一位長輩。因為有你，1250，我們就是希望說，正養一個弱勢獨居長輩，一個月只要1250塊，就是每天一杯咖啡的錢。那現在喝咖啡的人很多，那我們希望說，而且你喝咖啡的同時，可不可以想到說，你的一杯咖啡，我們也可以資助一個獨居長輩，我們華山提供給他有序的服務哈。活動現場，老師帶着長輩體驗大型的紙台、耍腳皮啊、溜滑梯，阿公阿嬤回溯囡仔時代快樂記憶。在笑聲當中分享生命故事，華山用行動實現這是大人的願望，讓因在中秋佳節感受到社會溫情。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由着南區公所甲着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研究生來策劃，聚光成影藝術聯展，總共展出58個作品。這間展覽有着一群新銳藝術家。甲着長期親近藝術領域創作者共同來展出，希望透過多元佮富有生命力的藝術創作，為南區的藝術空間注入新的藝文亮靈。這次參展內容相當豐富哈，光可以說是點線面哈，那聚成不同的一個影像哈。那這次的內容包括他們的一個生活的一個記憶。包括說他們的一些作品，還有一些生活的一個經驗哈。那我們是從8月10號到10月25號哈，好，這段時間歡迎來公所洽公的民眾哈，能夠來這邊欣賞一下我們這個那個美的一個藝術哈。這屆參展的總共有10位的作者，雖然因攏是來自無同領域甲生活的背景，不過攏是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研究生。這間展覽主題以日光作為核心的意象，象徵每一位藝術家都親像一束具有廣譜的光芒，呈現各自的創作藝術的觀點。我們展出一共有10位同學的作品，
然後有些它是複合媒材，像我們樓梯轉角，有些是它用油畫完成之後，用報紙去做撕貼或拼貼完成。那有的就是素描，有一件也蠻有趣，它是素描，可是明明看起來是紙，它卻用橫放的方式讓觀眾有不一樣的體驗。那有的它是用複合其他的貼的，然後再用一點水墨去做暈染的效果。對，那我目前展出我自己的是以油畫為主。上午的開幕式包括區長蕭泰華以及多位的民意代表、藝術家攏共同出席。這屆展覽對今日起一直等到10月15，歡迎民眾佇來公所車公的時，嘛會用來欣賞具有創意、佮着人文的藝術聯展。台南新聞林跟採訪報道。奇美醫院王宇安醫師表示，下肢慢性潰瘍原因很多，主要包括靜脈性、動脈性及神經性潰瘍。若未能找出病因，即使持續換藥，也可能反覆感染，嚴重時恐面臨截肢。台南一位60歲的婦人，因腳上傷口長時間未癒，到醫院接受治療，最後發現原來是糖尿病引起的神經性潰瘍。那個患者來到我的門診的時候，他是已經在外面輾轉流落了非常的久，因為他的那個腳上的傷口就是一直反覆都沒有好轉，而且反而還越來越深。那其實到我的門診的時候，我就發現他的傷口跟一般的潰瘍其實長相是不太一樣的，他的潰瘍的邊緣有圍着一層非常厚的繭。那他本身其實並不知道他是有糖尿病的問題，是我安排他抽血，然後一驗才發現，哇，糖化血色素非常的高，然後請他趕快去新陳代謝科做治療，因為如果這個糖尿病不同時控制好的話，他其實這個潰瘍是非常非常難癒合的。婦人在奇美醫院接受低能量雷射治療，刺激組織修復，改善微循環，最後才讓傷口慢慢癒合。皮膚科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呢，就是叫做低能量雷射，它是比較非侵入性的，雖然這個名字有一個雷射，但是它其實這個能量並不會非常的強，所以病人不需要事先上麻藥，那做的時候其實也不太會疼痛。那這個光呢，它會讓我們的組織產生一定程度的修復，例如血管新生啊、疤痕的形成啊，以及這些膠原蛋白的形成等等，所以做的時候其實不太會痛。那這個時間呢也不會到非常的久，1個禮拜只要做2次，那經過一段時間，其實傷口也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王宇安表示，靜脈功能不良也可能造成慢性潰瘍、紅腫，甚至容易被誤認為蜂窩性組織炎。平常時應該避免久站久坐，適度活動小腿，休息時抬高下肢，必要時穿着醫用彈性襪。醫師也提醒，慢性傷口不能只依靠消毒擦藥，尤其不要自行長期使用抗生素藥膏。若傷口數週未癒合，或是反覆紅腫，應盡早就醫，找出真正病因，才能降低感染及截肢風險。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由台北市政府主辦的第2屆國際都會音樂節2026潮台北將在8月22號登場。去年首屆活動吸引高達13萬人次參與，今年期望持續透過潮台北品牌，將台北打造成為亞洲流行音樂之都，帶動整體演唱會經濟發展。那今年我們第2屆擴大舉辦，我們邀請了290組國內外的團隊，總共會有150多場的音樂演出。那另外，我們也持續透過已經慢慢逐步建立起的品牌，包括 Trendy Talks， 包括 JJM Asia， 還有包括我們 TMAX 台北 Music Expo 台北音樂博覽會，我們搭建起國內外音樂創作人的一個交流平台。我們也希望串接亞洲各國的這些流行音樂產業。
那另外，今年我們也走出海外，我們到馬來西亞進行深度的交流，來宣傳我們潮台北。我們也希望讓潮台北台北流行音樂這個品牌能夠很精準的傳遞給主流的受眾。那同樣，我要再次謝謝北流市府團隊以及所有參與的夥伴。我們希望能夠真的打造這個亞洲流行音樂之都。那麼當時有這樣的發想，也是希望搭建一個平台，讓剛剛幾位我們優秀的音樂人能夠走入世界，能夠透過這個平台跟國際交流，培養更多優秀新一代的音樂人。活動不僅深受民眾喜愛，更在北流與市府團隊的努力下，從數千位國際競爭者中脫穎而出，榮獲美國繆斯創意大獎最高榮譽鉑金獎，展現強大國際影響力。今年活動擴大規模，預計邀請290組國內外團隊，帶來超過150場精彩演出。換句話說，以北流作為一個重心。然後加上我們在東南亞的號召力，華語流行音樂對東南亞的號召力，然後再來跟東北亞的日本，還有中國大陸的華語流行音樂圈，以及日本、韓國的流行音樂圈合作，然後我們最後確定了我們3個主要的方向。各位看到了，在演唱會經濟，這是每個城市都在做的，但是我們跟他們不一樣的地方是，我們擁有北流，我們擁有小巨蛋，我們做國際演唱會。北流做亞洲音樂節的平台，串流亞洲音樂節進到台北來，然後跟台灣的廠商做互動，然後我們的各地的音樂節也會在同時進到台北來。各位在看到大港開唱什麼都進到台北來，讓國外的買家透過台北的平台看到全台灣的流行音樂節，這是我們的很大的一個嘗試跟企圖。我要跟各位正式的宣布，今年我們的小巨蛋演唱會，名稱叫做 Trendy Taipei Trendy Seoul。我們就把韓團放進來，明年我們的企圖心可能就是跟市長，我們也跟市長報告過，我們將來很可能就是 Trendy Taipei Trendy Tokyo， 就是換句話說，我們以後會小巨蛋，我們都會用一個朝台北加上一個朝什麼樣的城市來做一個串聯，這是我們的企圖心，要讓台北的流行音樂走到國際，讓國際走到台北來，流行音樂跟資訊局的資訊的業務 AI 業務能夠整個打起來，那这也是在第1年就開始摸索。到去年就很成熟了，今年就更為成熟，這是我們的產業趨勢。希望大家在這幾天的平台裡面來台北，不只是聽音樂，是真正的感受到流行音樂是跟其他產業科技可以結合在一起的。我們在贊助商裡面很多人都看到這個名字了，是不是？就是我們的嘗試，不只是它進到NVIDIA 進到台北來，是將來有沒有機會以它 AI 的帶動，跟我們的流行產業，包括科技、藝術。這是很多人期待的，包括藝術界很多人期待。那我也這是今天不是我們的主場談這個東西，但是我必須跟各位講，我們市長也交代了一個任務，我們也在今年要正式的推出台北國際藝術村的計劃。我們就是希望能夠把國際藝術村帶到台北來，然後跟我們的科技來做合作。我們也邀請到了 Coachella 的代表來到台灣，來分享世界音樂節裡面的不同的內容。我想這是在第1天我們整個的在論壇的部分。第2天的媒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為這一天用 Legacy Terra 2000人的場地，有500場媒合。跟各位報告，當初我們在 Create 做 TMAX 的時候，原來是希望協助台灣的流行產業業者跟國際產生交流。但是很棒的是，我們成功到目前為止，是亞太地區的流行音樂業者會來到 TMAX 做亞太地區的流行音樂交流。我想這個是剛剛市長所講到的，我們跟國際接軌、跟國際交流在這一塊裡邊，其實我們是今年是確實緊密掌握到了。本屆潮台北前往馬來西亞深度宣傳，積極搭建台灣創作者通往國際舞台的重要橋樑，並致力培育新一代優秀音樂人，促進國內外音樂人的深度交流。活動邀請市民加入這場充滿動能的音樂盛會。記者翁宇君台北報道。
民眾想要通過馬路都得小心的左顧右盼，因為這裡沒有紅綠燈，只能靠遠方路口號誌來判斷通行時機。這也是林森一路和球亭路的交叉口，也是通往南華商圈和公有市場的社區通道。加上每到垃圾時間，周邊居民都會在這裡穿越馬路，使用率相當高，但也讓這個路口事故頻傳，不是車撞車就是車撞人，讓不少里民過馬路時都格外緊張。大概要過就是驚到攏總無車來，阮大家行過。上禮拜還有一個，幾乎啦，一個月都差不多有一次啊。也是很緊張，兩邊一直看，然後還要看到沒有車子來才可以進出去啊。阮這個路口吼，一定努力足濟年啊，紅車點因為一定愛4方面吼，會住戶同意，所以主要有一戶無同意，阮就無才調整，啊，閣來車流量。啊，因為阮家吼是南華商圈出入口，嘛就是講新興第一市場出入口，再來就是里民區吼，因礁園里的里民足愛過來阮這邊倒垃圾，所以阮這邊若去吼，定定下晡時啊，都差不多100多人來佇遮倒垃圾。原本是希望爭取設置紅綠燈，卻因為許多因素導致設置無果。經過地方與市府協調努力後，決定在這個路口試辦舉行快速閃爍警示燈，透過醒目的閃爍燈號提醒駕駛人減速禮讓行人，同時也配合全線路型改善，透過車道瘦身與標線優化，希望可以進一步的降低事故發生率。因為咱無在調整紅綠燈，但是咱會當舉行快速閃爍警示器。啊，聽說這種警示器可以減少47% 的相撞率。讓行人一按，那就會有這個警示的那個燈號提醒駕駛人說，現在有行人要通過了，請你完全停止。經過爭取之後，那交通局現在有爭取到預算要來做這個行人警示的燈誌這個號誌，那會搭配這個路型的改善，讓路型把它調的也有左轉專用道。那另外就是轉彎的專用道，那另外路型把它調瘦一點，那希望透過這個路型的改善，那號誌的增加，來讓車輛的速度到這邊就會自然的變慢。根據里長表示，如果經費如期到位，林森一路的改善工程預計最快9月可以完工。地方期待新式警示燈號搭配路型改造後，能夠有效降低事故風險，讓居民前往市場、商圈以及日常通行時都能走得更安心。解說君高雄報道。炎炎夏日，不少民众選擇到游泳池消暑。高雄市世作焚化廠附設游泳館因設施多元、收費親民，成為不少家庭與學生的熱門去處。每年吸引超過29萬人次入館使用，不少民眾直呼花銅板價就能玩一整天 ，CP 值超高。運動啊，或者休閒。哎呀，要咧報倒球呢，要用回饋呢。有的才教室嘛。哎呀，無了還俗的。這個是焚化爐回饋，加一休閒的好啊。游泳對咱身體真好啊！拍球嘛好啊！拍球我無幾隻倒啊爾啦，加幾條較好啦。好啊，外來嘛好啊。伊這是迄個焚化爐的回饋呢，我是感覺袂歹啦，但是內底設備嘛較豐富的一個。高雄市有中區、南區、仁武、岡山等4座焚化爐，為了回饋地方，皆設有游泳館，提供民眾使用。其中中區設有大型泳池、SPA 水療池及桑溫暖等設施，還開設舞蹈、瑜伽等才藝課程，提供民眾運動健身及休閒娛樂，一直深受民眾喜愛。因為我們中區資源回收廠的游泳池，那擁有SPA池跟桑溫暖那很多民眾覺得我們的設備很好啊，那因為裡面還有桑溫暖烤箱，那我們是這些空間是男女生分開的，所以他們覺得很有隱私，所以覺得很有安全感，他們的體驗都還不錯。焚化廠附設游泳館，兼具運動、休閒及公益功能，希望提供民眾優質且平價的運動休閒空間，鼓勵民眾培養規律運動習慣，也讓更多家庭在炎炎夏日有舒適安全的消暑去處。記者李正道高雄報道。
畫面上是中正公園天鵝洞周邊社區廊帶串聯計劃啟用典禮的現場。這項工程由中央補助，加上市府自籌經費，共7400萬元，大幅改善了園區的步道安全，並新增3處無障礙坡道，讓天鵝洞的遊憩空間更加舒適。那這個案子真的很不容易，因為地方醞釀，地方有各種的意見，經過市政府的努力，團隊的規劃設計，到國土署來提案。那國土署在有限的預算裡頭，都會盡量來協助大家。那我們的預算主要是在協助這個城市裡面的綠地、公園、環境的這種整理。那硬體的部分，我們這幾年的預算沒有辦法去支援硬體的部分，但至少這個公園花了7000多萬，國土署也按照中央地方的補助比例，我們補助5000多萬，協助了各位現在也許可以看到它的步道就比較乾淨、安全。那環境也做一些清整，因為我們從 Google 的地圖當時提案來看，上面植栽很密，但是需要一些疏整，有一些植栽要清理，有一些空間讓陽光灑下來，讓環境讓我們基隆市民更好用。這個是第3支無障礙坡道，對不對？所以一共有3個嘛，剛剛前面1個、2個，這第3個。對，然後天鵝洞裡面有1個，我們等一下最後可以。所以這個準備是主要是花在無障礙坡道跟還有一些樹的整理。是。基隆市副市長邱佩玲、議長秘書郭廷琪跟市議員何淑萍、呂美玲、韓世玉、陳儀、張浩瀚和陳君佐等貴賓都共同到場見證祝福。大家都知道，我們像中正公園這有很多工程，包括那個觀音大佛那邊，還有周遭的二沙灣炮台那邊，我們很希望可以串聯。那我想都發處都會努力在做，不過也很感恩，最早當時在上面看到是何淑萍議座，最早當時努力在議會爭取，才會有這個整個的一些改革，我覺得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說我強力的建議就是市政府能夠把天鵝洞納入希望之丘的一個計劃當中。那也非常開心，在113年終於開工，然後歷經2年的時間，花費7400萬，中央補助78%，那我們地方自籌22%，改善了現有的步道，變得更友善，然後把這個天鵝那裡有一個池子把它重新的來把它整理過，然後再把旁邊的樹木把它疏剪，讓它變成一個非常友善的一個休憩的空間。那至於呢其他的幾個涼亭大概10幾座的涼亭，這後續我們淑萍也會繼續跟着我們市政府團隊來向中央來爭取經費，繼續把周遭的環境以及涼亭把它重新的把它整建完成，再邀集一些文人雅士，再來做一些吟詩大會，也歡迎基隆市政府還有各縣市的好朋友一起來觀賞我們天鵝洞風華再現的新風貌。所以我們非常的開心呢，我們今天呢終於呢讓我們的這個天鵝洞風華再現哈，那也感謝我們基隆市政府哈，那我們市長的努力之下哈，那所以呢終於呢把這個地方呢活化起來。那當然呢未來的話哈，那我們還有很多的設施的部分，我們一起來努力。我们跑團在這邊已經把天鵝洞的入口當成我們跑步路線的折返點，那每一次呢我們也都會來這邊做一些活動，同時呢也跟很多的長壽的老人在這邊，所以呢天鵝洞實際上它不僅是所謂的天鵝洞文人雅士來的，其實它是長者長壽如果你想要長壽就來這邊走一走，包準你一定會呷百二。我想是歷經前面的市府跟我們市府大家團隊中央跟地方一起協力的一個典範哈。那我想今天未來也歡迎市民朋友多來看，我想跟以前非常的不一樣。我想最重要的是它更友善，它的這個無障礙的坡道，然後它的這個植栽景觀都做得更好，那創造一個我們基隆最有人文氣息的一個地方。那未來呢，剛副市長有說我們都發處的團隊會繼續努力。我想中正公園的這個生態文學休憩的這資源非常豐富哈，所以未來我們還有2個大的計劃，一個就是我們的這個大佛廣場的這個改善，那另外在義正公園周邊的一些過去放一些飛機，我想大家市民朋友也非常有印象，我們會連同周邊的景點做一個改善，那很希望這2個工程的順利，那帶給市民一個新的體驗。天鵝洞變身為兼具文學、歷史跟自然生態特色的休憩場域，市府都發處表示，也將繼續推動中正公園的改造計劃，期盼讓中正公園展現新風貌，全面提升，成為都市中優質的休閒好去處。記者黃志生、陳淑萍基隆報道。